找我演钟馗的时候，我就很犹豫，甚至他有找我好几次，然后也发剧本给我看，然后因为我看了剧本之后，我就去 Google， 那发现钟馗啊，他其实很危险，因为他有很多禁忌，尤其是送肉粽的仪式啊，很容易犯了禁忌就有不好的邪灵会上身，甚至不好的话还会生场大病，甚至就这样走掉。所以我在上网 Google 就发现好危险哦，然后介甫哥又一直传讯给我，我就看了已读不回。后来隔了1个月，他就真的忍不住就打电话给我，说：康生，那个他请示奎爷啊，奎爷钦点你当这部戏的男主角，因为他有备选很多人，我们都去送到奎爷面前保杯，结果我是5个圣杯，后来我就说，可能就是剧本所谓的天命吧，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既然奎爷都指定我，然后奎爷又是鬼王，他也是斩妖除魔，他应该会保护我。所以我说，我既然接演了，我就亲自上阵。他是有说啦，但是他说他其实之前也有想要找我演钟馗的类似一个舞台剧的概念，但是我那时候是拒绝了。然后他说，你看人家找你演钟馗你就要，我当时找你就不要。我一方面也是想说要开放自己多一点的戏路，不要老是演一些艺术片被定型。对，所以这次介甫哥找我，我经过深思熟虑，然后又加上奎爷的钦点，我才应该是搏命演出。那时候只有2个月可以学，而且我那时候又跟蔡导去威尼斯、罗马的影展。所以蔡导他们出去玩，我都乖乖在旅馆，在练习那些宗教课啊，什么打手印、念咒语、跳钟馗的步伐，对，我就看一些影片在做功课。觉得我在戏里面就常常被他们取绰号啊。对啊，什么绰号？因为我最常就是跟书画在一起嘛，他们每次都叫我不同的绰号啊，有时候叫我奎爷，有时候叫我火哥啊。有一次跟那个雷洪大哥拍戏啊，我在戏里面的名字叫火哥，对，然后他因为尬戏，他另外一部戏的演他儿子的叫阿水，对，所以他那次叫我就叫阿醉呀，整个剧组都笑起来了。在那猛鬼饭店的时候，哇，大家听到阿醉啊都愣住，有的都笑出来。后来我就被取个外号叫水水，韩国片居多啦，然后印度片我也看。对，宝莱坞有很多戏也是很棒，但比较商业，但是他们的剧本都写得很好。他如果有那种歌舞片找你，会愿意尝试吗？会啊。真的跳舞你是 OK 的？要给我1-2个月的时间锻炼一下体